这2025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今仔正式开始，台湾代表林信基有含这南韩总统李在明握手翕相，要小酒问，现场介绍的字卡，唔那国家名称拍台湾，也佫出现中华民国国旗。伫咧现场介绍台湾的时阵，讲咱是主要的经济伙伴，也是这晶片的竞争者。另外，参与部长会议的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，也佫国科会主委吴成文，因拢有所准备。吴成文也向美国强调讲，爱伫咧科技领域加强合作。那杨振宁也甲这美国的副贸易代表讲到贸易基地。Chinese Taipei林신희 회장입니다. 贵宾笑容慢慢走入会场，和南韩的新任总统李在明伫陪伴头前握手做伙翕相。2025年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0月31正式开始，台湾代表林信基伫韩国时间9点半以第5顺序登场。经济领袖会议就在庆州河白国际会议中心举办，媒体中心也转播部分内容。不过这回转播时的字卡秀出台湾字样，还有中华民国国旗，有别于过去中华台北的称呼，引发关注。介绍台湾的字卡是特别标出台湾的人口2330万人 ，GDP 是8050亿美金。佮表示台湾是南韩主要的经济友伴，和晶片的竞争对手。另外包括韩国国营有线电视频道 KTV 国民放送，嘛伫标题放台湾国旗。另外，医道会议安排为以李在明做中心，正评第3个位是美国财长贝森特，台湾代表林信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拄好坐伫对面。另外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坐伫习近平的倒边。关门会议结束了后，中岛林信基和企业代表宏基的董事长陈俊成则会参加中岛的宴会。共到的还有南韩半导体公司 SK Hynix 的会长崔泰元。APEC 团队嘛放出消息，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伫部长级年会期间，和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次卿吴克心、和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卿戴森布雷举行双边会谈，双方讲到台美友好关系的重要性，嘛会见美国国务院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事务次卿海尔伯格。由吴成文担任主委的国科会就是科学园区的主管机关，这回也和美方强调要在高科技政策和人工智慧领域加强合作，可能达成更深连结的还有台美之间的经贸交流。总谈判代表杨珍妮也释出消息，就在部长会议期间有针对关税议题与美方做交流。尤丁尼嘛和美国副贸易代表史威哲做伙翕相，双方针对 AI 促进贸易、WTO 多边贸易相关议题来交换意见。另外，台美对顶贸易谈判技术性磋商嘛差不多拢确定，双方嘛表达希望更较密大合作。公司新闻韩国报道。